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中国今仔日宣布伫黄海军演，咱国防部表示有掌握。另外，美国媒体曝光咱台湾要买400辆汽车飞弹，国防部嘛证实啦。早起10点，金门塔山电厂变压器跳掉，熊熊停电21分钟，影响到8900外户，各有小三通要通关的民众。今仔日天气稍热，高温有36度。不过明仔载风面较微，西北部会上大雨，有机会小可小透水情。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金门今仔日早起10点熊熊大停电，影响到8900外户民众，要到1/5的用户停电，停电时间有21分钟，唔那影响到民生用电，各有一寡小三通要通关的民众。因为今天早上10点08分。由本厂送电的1号配电变压器发生了冷却电源跳脱的事件，导致变压器停电，影响到古冈馈线以及金门城馈线。由于在本厂以外呢有转供的回路，所以有用户数呢变成接近原来的2倍。停电的户数大概是8993户，停电的时间大概有21分钟。那这21分钟是我们在确认故障原因转供的过程所必须要的时间，而我们台电基本上没有延误整个复电的时程。那转供以后，目前我们的技术人员也在现场调查，冷却电源跳脱的原因，待查明以后再跟各位报告。台电表示，会熊熊失电是因为塔山电厂配电的变压器跳掉，造成用户停电。那海电机无法度做生理，连续3通要通关，有200多人受影响，无法度拍票通关，上船查验。加在敢若停电21分钟，现场的人员也会当掌握状况，目前已经拢恢复正常。来看台中有一个国校甲6年的查某囡仔，去年12月拿枪予同学霸凌，后来家长敲测同学有加回失礼。不过查某囡仔的家长指控老师，伫代志发生了后，煞甲囡仔点油做记号，要求同学莫甲我紧，隔壁其他的学生做假证，讲这个查某囡仔和查甫同学有奇奇怪怪的关系，害这个查某囡仔的身心拢受伤害。读国校6年的查某囡仔，我伫学校的走廊的栏杆，这款的画面，互家长看到是又搁唔甘又搁烦恼。原本一开始是霸凌的事件，最后煞变作是性平案的调查对象，也互查某囡仔的心甲心拢受伤。以前回家是开开心心跟妈妈聊天的，现在回家都不讲话，直接进房门。平常不是这样子啊。去年12月，这个读台中西区一间国校的查某囡仔，敢若是因为互同学霸凌，去甲老师讲了后，拢无消息。家长家己出面来协调。这个同学虽然最后有向查某囡仔回失礼，而且搁写悔过书，但是老师煞伫个代志发生了后，叫其他的同学唔通挖近查某囡仔。今年1月，也搁要求其他的同学做假证据，讲查某囡仔甲其他的查甫同学有无正当的关系，而且搁向校方来检举，启动性平调查。这个案子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只是生对生的霸凌案，老师只要处理得宜就好。那老师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参与进来，变成他去设计、去霸凌小安，然后去设计整个性平的案件？林本基金会认为讲，这个老师毋但将霸凌案掩起来，也搁对查某囡仔做记号，而且调查根本都无的性平案，已经无适合做老师。调查的过程嘛真暴力，校方表示已经组一个调查委员会，这个老师嘛伫3月底，互人暂停职务。赶紧调查以后，然后就是依照调查结果来做最适当的处置。那教育局这边会持续督导学校尽速完成调查，还原事件的始末，来厘清真相。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除了会追究校方的行政责任，嘛已经开始甲这个查某囡仔辅导，还佫会调查这阵老师对学生的霸凌事件。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智慧关怀学园是青少年安置机构，今仔日有离职的员工甲医生出面指控学园，常常甲因认为歹驾驶的医生关禁闭，涉嫌妨碍自由。而且一寡义卖食品若过期啊，学园会甲标示改掉继续卖。学园是回应讲，互隔离的医生有重度智能障碍，情绪袂稳定，会共攻击，才会互伊家己带。若食品该标示的问题，是因为日期拍毋着尔。医生就只困在涂骹，连门都去互关禁闭的医生弄甲一毛一毛。长期有咧安置辅导青少年的高雄凤山智慧关怀园区，但有离职员工甲以前医生伫民代陪同之下，也出园内有管教不当的问题。不顺他们的意，或者是觉得说他们需要调整作息还是什么的，就会直接把他们关进去。因为那个是厕所改建的，通风不良，而且环境还有那个气味闻起来也很不 OK。除了真侪家家认为歹管教医生关禁闭，涉嫌妨碍自由，前医生佮指控为了将经费所开的胖店，甲过期的拢顶搭标示继续卖，佮伫做胖的所在饲狗，卫生是真歹。东西掉到地板，他也要拿去做过期食品，他拿去楼下，然后又假装说是新的，然后拿上来又让人家重新做。高雄市社会局甲卫生局接到通报，去到园区了解，面对指控，主任是坦白讲，园区隔离的房间是因为防疫所设。目前有一个重度智能障碍医生，因为情绪无稳定，有攻击行为，是家己住伫咧内底。玉米浓汤在邻居的头上，那前些日子又丢石头丢到一个老人家，那导致这个老人家受伤，所以我们基于安全的起见，所以先让他进去套房里面住。因若胖店过期甲卫生环境歹即件，园方解说会改标示是因为医生无说你甲期限3日的打做30日，另外饲狗可能是医生暂时甲狗仔放伫咧椅仔顶悬，才来造成误解，未来会加强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久无落大雨，各地头水库愈降愈低。不过好消息是，气象局讲明仔载开始，方面到位会开始落雨，西半部地区会上大雨。即阵春雨有较强，有机会小透水情。不过水利署嘛讲，可发的情形若要完全解决，可能要等到落黄霜雨。今日好天，温度悬，袂输热天。不过明仔载就要变天啊！气象局表示，19开始受华南附近的风面挖进台湾。明仔载早起各地气温也是小热，甚至因为西南风真强，闪方面的东南部可能会有小风发生的机会。若是明仔载中昼过后，西半部山区就会开始落大雨。尤其明天在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势。星期四呢，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降雨时间长。有短时的强降雨。照图面来看，19开始西半部呈现感觉色，雨量较济。气象局嘛表示，这波雨水是日春较强的春雨，全台湾会落雨3天，到2日方面才会离开。若这波春雨敢有法度疏解水库欠水的问题，是各界上关心的代志。不过整体的旱象如果要解除的话，那我们还是会期盼5月底到6月初来可能可以到临的梅雨。经济水库即时水情，中南部亲像闽德水库、詹文水库拢是红中。经济部水利署嘛表示，3月全台的雨水量是历史上第2低。目前伫中南部有实施夜间减压、节水等措施来管制，嘛会用各项调度来减少欠水的影响。记者点入台台北采访报道。若石门水库水位剩无4成。洪准做水情指标的土地公标，上场少，梦幻草埔一寡地景全部拢走出来啊！当地居民表示，这几年是愈来愈接可欢，真无简单，才等到疫情过有生理做，结果即马煞无水通用。开竹排的赶鱼，搁有气为望，趁着天气热水位低，水库渔民当咧掠季节限定的福寿鱼。毋过水库的水位继续降，无水，大部分的鱼仔都袂入来，严重影响渔民的生活。迄当济时你放袂起哦，所以打上好咧啊！即摆上肥的时阵。
同款受到影响的，也阁有餐厅业甲游艇业。金门水库水位继续降超过40%，目前是39.2%，透水量是8050万吨。横看做水库水情指标，阿波坪土地公庙、长长桥、梦幻草原等去水库进境的地景，全拢通出水面。我们是原来这边的居民，我们讲的是10年一大旱，后来变成6年一大旱。可是这阵子的极端气候，真的是3、4年就可能看到酋长石了。游艇业者感叹，因为极端气候空下期一直缩短，真无简单疫情过去啊，有生意通啊做，结果阁无水。2月暂停上远的溪口步道路线，这个月11也要暂停江步道路线。如果以我们百年大旱同期，也就2年前的4月18号来讲，那个蓄水量的部分，我们目前是还高于当初百年大旱的那个2900万吨。北水局也表示，中央气象局预测未来降雨是正常偏少的状况。依照水文统计资料分析，过去10年一大可旱，5年一小可旱的状况，这2年可旱发生的频率确实有提悬的情形。会加强做水情资料掌握甲应变。虽然目前游园是供水稳定，也不要呼吁节约用水。记者综合报道。那欠水的问题，台湾欠药的情形嘛也未解决。民众党党团今仔日开记者会，讲基层的药房逐工阁欠2-3种药啊，都是因为健保总额制度甲药价压价，一寡健保药品竟然是比糖啊阁较俗。地区药厂唔愿生产，进回来台湾。民众党团是呼吁政府爱检讨调整药价政策。药管倒出来内底的药料啊，只存食，而且也阁救未着货。虽然卫福部已经成立药品供应通报处理中心，也毋过基层药局也是有欠药的问题。像民众常用的软便剂、氧化镁、治疗神经痛的凯恩达敏，目前拢严重欠货。氧化镁还是缺得很厉害，而且行情同行的行情还一罐有叫到500块一罐的，健保价一罐是160。民众买袂到药啊，基层药师也真无奈。民众党另一党团搁较调开记者会批评，欠药啊原因是伫健保总额制，长期压价药价，一粒药啊竟然比一粒糖啊也搁较俗，造成药厂无愿意生产进货到台湾，造成民众、药厂、政府三输的局面。政府还是过度的在做一个管制哈，那药品供需的失衡已经是结构性的一个问题，不只是影响我们民众就医的一个品质，也危及到大家的一个健康。并不是说已经好像砍到剑骨了，还一直往下砍，不是，健保署其实是有在算，有在做药价调查，才做药价调整。民众党团呼吁政府需要检讨药品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妥善调整药价结构，若无欠药的问题会陷入恶性循环。那健保署回应表示，药价拢有经过调查，那厂商认为调降了后无够成本，会当提出成本分析，重新议价，也会全面检讨健保药价政策。记者综合报道。边境解禁了后，真侪人会出国佚佗，尤其是疫情期间，互规定袂当出国医护人员。不过，台大病院张家配合员工，讲5月到7月要评鉴，若无必要就莫出国。互一寡员工是真生气。那台大病院是回回讲，绝对无限制休假、请假的权利，会交互主管调度排假。台大病院17发出院长和员工的内部的批，影响疫情缓和加常态化，病院会举办评鉴，希望在评鉴期间，原则上会当暂缓出国。亲像在疫情了后，佮出现出国禁令，和员工真不满。我们终于已经可以出国去玩了，然后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回来也不用再被隔离，却被突然这样子宣布。其实蛮多同仁都已经在去年底的时候年休都已经排好。对此，台大回应强调，内部的批是例行院长卫冕员工疫情的辛劳。佮拄到停办几年的病院评鉴重新恢复，所以提醒同仁落实医疗品质甲病人安全的常态准备，希望主管积极提前应用。主旨是卫冕同仁疫情期间的辛劳，对同仁的积极是颁布出国禁令，院方再度发出第2张内部的批，强调是伫主管宽刑能力之下放假，绝对无禁止同仁休假。目前的请假以及出国规定，其实都是没有
改变的哈。所以员工们、同仁们，如果原来已经有既定好的出国行程，那都是只要就是依照我们院方原来的这个规定办理。因为要准备医院评鉴，然后就是禁止大家出国这件事情，算是医疗界可能10几20年来的一个陋习。对，只是说一般的医院，他可能 maybe 他进的只是一些比较高阶的主管，一些比较专案的负责人，他不会说我全部的基层都强制的大家不可以出国，或者说他可能是透过一些比较口头下协调的方式。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指出，其实病院拄到评鉴，就限缩员工休假是系统性的问题，过去也接到不少的投诉。若是单一病院呼吁医疗院所，无应该头尾颠倒抓。评鉴是为着提升医疗服务品质，所以变相让医护人员工作加量，颠倒影响原有的业务。记者综合报道。WTO 通知咱台湾要针对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比率调查。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台湾愿意透过 WTO 协商，这嘛是上好的方式。中国商务部进前公告，要针对台湾2455项商品进行贸易比率调查，佮透过中国 WTO 代表团通知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表示，在 WTO 结果之下协商是上好的方式。中国是透过 WTO 通知台湾，那因此我们也愿意在 WTO 的架构底下来进行协商。针对2455项产品。那么，行政院的经贸办公室跟经济部会针对这些产品的调查，那做出最妥善的因应。这摆中国所进行贸易比率调查，内容涵盖农产品、五矿化工产品加纺织品等2455项台湾商品。调查会继续到5月，上班可能在明年1月10日结束，也就是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台商在中国大陆生产 PCB 的比重也相当的高，所以在 PCB 的供应链有很多都已经到中国大陆去设厂，所以变成说将来假设贸易壁垒万一不幸真的实现的话，我个人是认为说对 PCB 的产业影响不大。经济部长王美花也证实，这是中国第一摆透过 WTO 代表团管道通知台湾。目前台湾已经启动跨部会讨论应用。中国在贸易壁垒这个确实是第一次，那在过往有在 WTO 的场域呢，针对这个反倾销的这个案子呢，有简单的这样书面的意见，但是也没有正式的这样的沟通。我们政府之间呢，也已经启动这个跨部会的这个讨论。王美花表示，中国针对贸易比率调查大起案，未来会由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组织，经济部也会就产业面进行相关分析，后续也会密切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驻外单位阁加一个咯。外交部宣布，台湾要伫意大利米兰设立台北办事处。另外，咱伫巴西圣保罗办事处3月有一个涉案的组长行底路，家属今仔日去地检署控告办事处涉办的处长加重诽谤。若外交部调查团23队出发去巴西厘清事实，1个月内就公布调查结果。在索马利兰普罗旺斯立陶宛这据点了后，台湾计3年外要在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设立驻米兰台北办事处，望用增加双方不论是经贸或者是文化领域合作，深化交流。双方的经贸以及人员往来的交流的是主要的考量。大家都知道，我们国人去对米兰去到意大利北部的这个旅游的需求是非常的强，也就是为什么长荣在去年10月25号就开了直航。欧洲署表示，驻米兰台北办事处关照人选甲甲白市场目前有关的建议，台机交流深化。意大利新任总理梅洛尼也表示支持台湾，如今米兰办事处特别成立，也展现梅洛尼亲台立场。伊是意大利第一位女总理，去年9月赢得大选，佫实现竞选承诺，推动佫较济期待双边合作。另外，台湾驻巴西圣保罗办事处王组长3月伫当地庆生，家属今仔日去地检署控告办事处处长潘公忠加重诽谤，污蔑我们王资化王组长，还有呢损害他的名誉，他把这个导向是忧郁而自杀，对。还有他霸凌
他霸凌王之化，所以让他身心俱疲，所以轻生。对于王组长轻生的原因，外交部也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对于家属提出的各项的质疑，我们都会进行公平客观的调查。不管是圣保罗办事处关于馆舍的修缮采购，以及人员的管理，以及经费的资用，调查团都会进行实地的了解。外交部表示，调查团成员有7个人，要伫23出发到巴西，希望能查清楚事实，按算1个月内对外提出调查报告，对外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目前还未确定要派啥人。外界咧传讲，内部已经讲好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出来选。不过，争取参选的郭台铭同款是真自信，讲家己的民调是愈来愈侪人支持，相信朱立伦顶调会公正。若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要出访新加坡，马航讲是咧替选总统铺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结束访日行程了后，再去开记者会报告成果。不过，洪山阿爷已经内定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郭台铭伊自信表示，家己的民调上升当中。跟国民党的朱主席以及黄建年秘书长都有非常畅通的沟通管道，而且最近我的民调也一直在上升。我相信朱主席会很公正的征召民调最高的人。针对两岸外交议题，郭台铭发出3个自信，无避美中摆布，要互台湾为亚洲弹药库加做科技岛。新北市长侯友宜17暗时宣布要访问新加坡，也互人解读是参选2024总统去休息，修补国际学分。大家彼此的交流，互相理解，共同携手创造共赢，也让世界看到我们的台湾。侯友宜发言关度提悬，副总统赖清德也一直努力外交。在去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访问团的时阵强调，面对极权主义，无一个国家是局外人。针对中国17暗时宣布要伫黄海进行重大军事活动，民众党主席郭文泰伫华府拜会美台商会了后表示，这对两岸关系改善无帮助。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稳定世界的和平发展。这种事不会改善两岸的关系，所以越来越差。台湾台在两边的人心那个距离是变动的，所以中国还是要懂这个道理。针对国界也关心郭外配要拼2024总统大会的可能，郭台铭表示，两人是老朋友，会找好好开讲，交换彼此美国行程的心得。郭台铭也要启动庆疫之路，安排北中南座谈会，甚至各行业加基层，争取民调支持。第3定4月2日伫新竹台北停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真侪农渔产，进前农委会就要推动，互学校逐班食上班。即马往来嘛要大出啊！往来产销76联名就宣布要加入中昼顿的菜色，头一批供应100顿，互20间学校。不过，农粮署有回馈讲，无要推动逐班拢食往来。用下皮机器无到10秒钟，往来皮完全是去除，再搁甲往来切丁刷来，总铺师先甲往来煎好切，加入各种物件来调味，再放入去肉片来炒，就变成一道往来炒肉的菜。为着要增加国内往来消费量，往来产销76联名甲学校营养午餐合作，推动往来入菜。第一批20间学校采买100吨。请代工厂来协助，把原果去化，把这个皮去掉之后，形成了团扇可以用的所谓的这个规格化的一个食材，它是比进口的这个凤梨罐头是便宜的。往来入菜当做成糖醋排骨、甜汤等各种的菜色，不过一开始讲要合作，又原面对着困难，包括无共业者想要无共介绍的产品，另外下皮真麻烦，团扇业者较袂爱。即马初步先由加工业者彻底来供应，往来76联名表示会慢慢扩大合作量，但承认即马要班班有往来是有困难的。那如果大家一起来采购，也许就有机会从100变500啊！昨天有一个新闻说，班班吃凤梨，我就觉得那就有点太未来的愿景。国内往来已经进入采收的高峰期，中国继续来禁止台湾往来输入，是不是由农委会继续带头来推动班班有往来的？
农粮署严正驳斥无这款代志，但又阁表示希望提悬国内消费量。后一个阶段要达到50间学校300栋。往来策略联名对学校的通路是抱着期待，希望会当疏解往来送入批发市场的压力。记者李俊梅、郭俊霖台北报道。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修正草案，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强制住院都要经过法官裁定，而且采用参审制度。司法院嘛公布未来参审唔但法官，佮包括精神专科医师、佮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用过半数的方式决议。伫水沟挂下边有美一个查甫人，伊规身躯拢是土。校方表示讲，伊已经是第2遍弄入来小学。新北市的员警接到报案了后，来到现场，发现讲36岁姓马的查甫人，伊精神有各样，要甲强制送医。亲像这款类似的个案，是毋是爱甲强制住院，这都要交法院来裁决。强制住院在这个向法院申请的期间呢，必须要先经过3天的强制鉴定。那在向法院申请，获得许可之后呢，这个强制住院期间是60天，那可以再延长一次60天。立法院伫去年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修法，要伫公布了后2年内实施。精神疾病患者甲强制住院，无要搁甲这个审查会申请，就采取法官保留原则。法庭组成除了讲有职业法官以外，还佫有加带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和病人权益促进团体的代表，各一名来参审员共同来裁决。评议部分会采取过半数决。在未来管辖法院也会跟现在有所不同。目前大家评估会有6所的由司法院指定的管辖法院来进行这类案件的审理。甲精神卫生法有关的事件，法院过去敢若审理亲像提审，还佫有申请停止紧急安置遮的。伫去年敢若有84件，也若强制住院的部分是有504件，差6倍外遐尼济。也就是讲，伫个未来新制实行的时阵，法官亲像这类的案件的工作量一定会增加。所摆讲，就要紧的来加紧脚步，提早来做好事情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现代妇女基金会今年3月伫网络调查性暴力事件求助态度，结果发现有9成的被害者唔敢报警察，有4成是唔捌对外求助。那准以卫福部逐年1万件的通报案来推算，性暴力案件实际数量恐惊是真惊人。我是网友，然后我们变成朋友，然后我就以为我们很好这样，所以就遗憾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样。讲到9年前去互朋友性暴力的代志，汤前就目屎干目钱。现代妇女基金会今年3月伫网络做性暴力事件求助态度调查，要900份的有效问卷内底，有33.4%的受访者有受到性暴力的经验，其中85%捌互人性骚扰，27.6%捌互人性侵害。另外，妇女基金会调查实际上捌受到性暴力的受访者，其中就有4成的被害者将来都捌开嘴讲过因所拄当到的性暴力的代志。简单讲，就是说有4成的人非常害怕他的名誉受到影响，也害怕影响到他的生活，他都完全不愿意求助的。现代妇女基金会这届调查发现，涉事家己今仔日正做受害者的时，敢若要1成的人表示无愿意对别人讲起受到暴力对待的代志，但是实际上当着性暴力的时，其实有4成的人无愿意对任何人讲，就惊正做一世人的歹名声，甚至有9成的被害者无这个勇气向警方报案。真的采取正式法律途径跟警察求助的只有1成，所以简单讲就是有9成都是逍遥法外的，加害者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这才是我们最担心的部分。实际的性暴力案件数量恐惊是侪甲惊人，基金会建议，若是受害者愿意甲代志讲出来，第一要紧爱做的，就是好好听因讲，甲相信因，去理解因，提供因所需要的资源，也要尊重受害者的决定，甲规个支持系统做起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天气伤热会造成可汗、火烧山，嘛有可能有性命危险。印度16迄天伫明北附近，共有上百万人来参加政府办的颁奖典礼。不过，迄当阵高温升到38度，民众伫遐拍几点钟，都数百人身体无爽快，50个人送病院，落尾有11个人不幸过身。
伫台仔顶咧颁奖的官员，甲准备要受奖的社会运动人士坐几排。当咧颁奖的时阵，台卡所出现各样，原来是伫咧现场有民众因为天气伤过头翕热，身体袂动而送医。उसका नियोजन जो हुआ था वो नियोजन में सभी लोगों ने सहयोग किया था कार्यक्रम भी हो गया लेकिन आखिर में ये दुर्घटना हुई है 伫个事后统计显示讲，差不多有50人送医治疗，其中有11个人不幸死亡。这款有38度这么悬的高温，已经有几落点钟了，致使甲身体袂动的人有600多人遐济。马哈拉斯特拉邦目前已经来到高温的季节，5月份上界悬的高温达到40至45度。除了讲西岸以外，东北部的西孟加拉邦嘛，伫高温的警报之下，要求讲各级的学校对17拜一开始都要停课。1:30 बजे से लेकर 3:30 बजे तक जो है अगर पॉसिबल हो तो बाहर ना निकलें और साथ में अगर निकलना पड़ता है तो अम्ब्रेला लेके रखें या सर के ऊपर जो है वो कपड़ा जो रखें। इसी तरह जो फार्मर्स भी हैं, किसान हैं जो या बाहर जो है वो खेतों में काम करते हैं लोग, तो वो भी दिन के टाइम दोपहर के टाइम जो अपना सिर जो है वो ढक के रखें। 伫个马哈拉斯特拉邦甲中央拢是人民党执政，在野的国大党认为讲发生热死人的不幸，这是因为官员因太好职务来致起的，所以就要来负起刑责。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来看美国抓到2个伫纽约设立中国秘密警察局的嫌犯，伊互指控讲伫美国唔知影的情形之下去做中国政府的代理人，妨碍司法。不过针对这个代志，中国驻华府的大使馆是要袂回应。The NPS has repeatedly and flagrantly violated our nation's sovereignty, including by opening and operating a police station in the middle of New York City. 美国警方实测逮捕纽约市居民61岁罗建旺加59岁陈景平，2个人被指控密谋做中国的代理人加妨碍司法。中国当局否认运作海外警察局，讲这是海外国民服务中心。The secret police station appears to have had a more sinister use. On at least one occasion, an official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Police directed one of the defendants, a U.S. citizen who worked at the secret police station, to help locate a pro-democracy activist of Chinese descent living in California. The two defendants destroyed evidence of their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al Police when they learned of the FBI's investigation. 美国司法部即天宣布3件打击中国跨国镇压的案件，除了秘密警察局，检方也个指控34位中国的公安涉嫌利用社群媒体假口座，做了伫美国的异议人士，也个指控这么住伫咧中国的8位政府官员涉嫌指示美国网络视讯会议平台润的员工，甲中国异议人士对因的平台删除。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的密苏里州有一个16岁非洲的查甫囡仔，因为启蒙零找人饲唔着间厝，根本就也未踏入人兜。80多岁白人厝主就掠准人要甲攻击，煞直接开枪弹一个少年囡仔。这个厝主即马是被指控伤害，美金20万交保。检方嘛认为这个案件有牵涉种族歧视。堪萨斯市85岁白人男性莱斯特17封控诉犯下一级伤害、查武器犯罪行为等2项重罪，因为伊向一名16岁非裔少年雅尔开枪，雅尔当礼拜去接伊的上生仔小弟，也毋过捡唔着厝。I can tell you there was a racial component. Rounds were fired through a glass door. The victim in the case did not cross the threshold. He shot twice at the head and arm. 检察官表示，案发时双方无对话，若莱斯特伤害罪成立，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查武器犯罪行为成立，可能上关15年的徒刑。We enforce the laws and we follow the laws, and it does not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or what you look like, or how much money you have. 雅尔洪枪击了后，堪萨斯市连续2天有街路抗议，示威者大声喊：“黑人的性命受到攻击，大家站起来反击。”各界标记亲蒙零也无犯法。雅尔目前伫病院的情况稳定。根据法院文件，被告莱斯特甲警方讲，伊因为看到雅尔体型身高超过180公分，就是对方要弄门入来。迄当时惊到要死，开枪了后也随报案。密苏里州有一项法律，允准厝主使用自身的力量来保
护家己，避免受到可疑入侵者的伤害。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镜头转来到国内，为着要清合欢山的粪扫，有一阵志工发起拼山的计划，为大武岭到屏风山，白扫啊落去山坎，2天内底都拼4栋的粪扫，有机车、油桶，甚至是垃圾。伫安全部白扫啊30外个前山志工15开始伫合欢山大武岭第14甲路段，降到下平30公尺的山坎顶悬，冒险捡者互人劈入山谷的粪扫。过程当中，常常互气顶插伤，要将大型粪扫救起来，也是件困难的代志。中弹了，做到100块，刺进我肉里面，痛哎！我刚刚手套吃进去，觉得好痛哦。教练辛苦了，教练快辛苦了，教练辛苦了。清环志工16号转去台北线屏风山新店山口继续进山，连续2天清出4栋的粪扫，其中竟然还有油桶汽机车，甚至垃圾，有的看起来已经是真久啊，有的是最近才拼的。有油桶，有洗衣机，好，什么垃圾都有啊，这个非常的辛苦啊，大家都下去下面捡垃圾，啊，技术性上难度也很强，因为这个边坡啊有很多杂草啊，然后也有很多刺藤，然后有一些伙伴因为这样子稍微有一些刮伤受伤啊。志工强调拼粪扫真简单，按过要清运起来算真困难。呼吁民众经过山区，请将家己的粪扫载落山，偏伫山区的粪扫袂消失，这对环境造成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有一间庙，伫因边的空地啊，要起一间新庙，拢总1500外平，占5分地。不过，迄搭是农牧用地，庙方甲包商煞伫施工过失败造假。县府甲罚2届30万，要求停工4摆。庙方同款是无咧信道，硬要起。即马是依送法办，法院判处为6个月徒刑，加罪3年，该交30万入去公库。一间咧起的大庙算是大违建，宜兰无主持保存在地公庙。伫边仔空地啊起新庙是真隐蔽，毋过这所在是农牧用地，依法免起厝。毋过庙方经过公部门阻止，有缘继续施工，搁继续施工牌。当然为期啊，那不用讲啊。这个宜兰县政府他就不可能尽量协助辅导啊。县社主会和法院以违反区域计划法、建筑法判刑6个月，用1颗罚金，缓刑3年，爱付公库30万。毋过指出，庙方做善事需要空间，起新庙用真侪钱，真无简单起起来，希望县府到3工辅导就地合法。在后续的方向，我们还是会依照宜兰县这个强制拆除的办法来做后续的处理。那目前可能会朝公告跟这个拆除的前置作业来做相关的一个方向来办理。这庙违规面积5000平方公尺，县府2摆罚30万，4摆命令停工。县府讲这案件违规面积伤过大，就地合法较困难，而且连续摆命令停工。庙方议员一直要施工，即马逐工派人伫现场记录，未来会依照违章拆除办法，伫最近启动拆除。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高客草岭最近因为可花，种的咖啡豆啊有一半乌气拍损。县府会勘建议中央救助，若农委会即马嘛宣布讲，符合申请条件咖啡农，10公顷会当摕到55000块救助金。种伫云林高坑草岭的咖啡豆，虽然果实外观生了真水，毋过拍开才发现内底是无发育完全的乌豆，这拢着爱扣掉。主要受损原因就是可汗欠水，造成咖啡豆生长因地性损害。养分不足，干旱的时候雨水不足，让它发育过程产生败育。白话就是胎死腹中，所以常常会有2颗双胞胎里面，可能1颗甚至2颗，因为这样而萎缩掉，所以才会造成这样的损害。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县内咖啡面积60公顷，其中高坑就占56公顷。这摆受到可汗影响的咖啡豆，拢是集中伫草岭村的高海拔咖啡豆，受损面积只有12公顷。经过县府甲相关单位勘查，农委会17公告办理云林县咖啡是现金救助甲给予贷款地区。我们的咖啡虽然生产看起来外表是熟成的，可是经过发酵处理之后，整个里面都是黑果，也就是不良果，那达到40%以上的不良果，所以这一次农委会在4月18号就受理咖啡的天然灾害，每公顷补助是5万5。
草岭地区有咖啡农指出，受到气候影响，今年咖啡豆产量比因年少，因年会当采收2公吨的青豆，今年出无200公斤。农业处呼吁咖啡农，若受损超过2成，爱伫4月18到27期间去公所办理申报，加减弥补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外岛的观光大月要到啊，真侪人拢会骑奥多拜去旅游。不过，台东警察分局统计，历到这3年，平均逐年都有68件车祸，有9成拢是骑奥多拜，而且无治安全无比例占上侪。这个月初都有游客骑奥多拜甲居民相撞，这当地居民是死亡，嘛是因为无治安全无。绿岛的旅游旺季已经开始了，游客骑奥多摆伫个车路转来转去，不时个定定看到这游客因无治安全无安尼车就骑出去，会使讲是真无安全。绿岛消防分队的救护车最近定定咧做车祸的救护。台东县分局统计，最近3年绿岛平均逐年车祸68件，有9成拢有受伤，其中无治安全无比例是占真悬。执法不分地域及假期，将持续针对离岛重要景点未戴安全帽取缔。以绿岛地区为例，今年已取缔93件未戴安全帽。这个月月初，绿岛已经发生一件无治安全无机车事故的死亡车祸，造成一个当地民众死亡。警方强调讲，绿岛甲南势的旅游旺季已经到啊，警方会来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网络是愈来愈利便啊，囡仔真简单就会当得到资讯，所以嘛就要注意网络霸凌的危险。为着要协助囡仔建立正确网络使用的观念，民间团体甲业者合作开研习课程，培训老师，要教囡仔分辨网络风险。社有网络安全，所谓公民定义的牌仔搭伫房仔顶，代表重视网络所谓所用的工作，继续加油。因为日少较会为网络世界中得到各种资讯，所以暗藏网络霸凌的危险，是后来教师真看重的教学重点。日常生活中，小孩会遇到的一些谎言、谣言、口耳相传，这个角度去切，让他清楚的意识到网海茫茫哦。可以，虽然是一个无限吃到饱的餐厅，但是里面其实垃圾食物啊也不少。为了协助至少建立正确网络使用观念，电视协会甲网络业者合作，开设网络安全的教师研习课程。为2019年开办以来到今，已经吸引全台超过4000个国小老师来上课参与。我们在这个线上研习这样的课程里面，这样的一个机会中哦，可以把这个工具跟议题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让这个家长了解说如何让孩子学会善用这个数位工具。就是线上课程的好处就是老师们不用特别为了这个课程特别跑到譬如说台北或者是桃园等等来上课，而是透过网络的工具就可以线上参与。除了开设线顶课程，协会也会开设播客节目，宣传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协会强调，线顶课程未来会向顶面延伸到各种教师，透过这种政治教师教导学生安怎善用数位科技工具，辨识网络风险，培养至少正确的数位素养。记者综合报道。因应气候变化，全球已经有700个国家，包括咱台湾提出2050年零碳排放的目标。那咱工研院的团队嘛研发用伫半导体制定的再生水厂，可以当利用油喷来发电。水情有警报，其中中南部水库欠水量一直落低。伫农业、民生用水以外，半导体产业嘛爱确保讲用水无问题。工研院团队首创工业废水，甲回去半导体制定的再生水，搁再利用。制成用水，它相对来说，它的水质的要求更严苛的。处理完之后的钙镁之后，它其实还有一些微量污染物。它变成说，它可以其实微生物可以大量生长在一个单体上面的时候，氨氮或者是像尿素的处理的话，其实都可以达到70% 到80% 以上，以达到说为后续的半导体的制成用水的一个规格。半导体制定的用水要求较悬，过去常常看到再生水大部分拢是利用民生废水，不过经过流体化层结晶、生物膜膜车的技术，会当让工业废水达到半导体制定的要求。目前，逐工会讲提供2万吨的再生水，除了欠水的问题，热天用电官方阁要到了，外界咧烦恼讲是毋是会欠电，所以有团队研发要利用大喷甲精生仔的大粪来做发电。
开发我们的一个反应器，那我们也有开发出一些适合国内的一些菌剂，那可以使得它的整个沼气的一个产生速率会比传统的技术会快大概30% 左右。每1公吨的废弃物有机废弃物大概可以产生100到200度电。搭设亚氧发镓技术。甲传统的做法甲比起起来，会当减少用水，后头咧处理的负担嘛较低，产生的风水、风泡，还会当来投入有机肥，也是土地改良来使用。基本上，我们要提高能源效率，是从使用端来减碳。面对全球零碳排的趋势，产官学研加印刷咧来投入相关的研究，要伫个净零转型的过程内底，会当甲基础打得更较好。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确保小镇的时电话会通信正常，数位部要编60亿的预算，明年开始用适当的时间做灾难漫游计划。准讲发生战争，和国内无共的电信业者互相接通民众的信号，互手机的通讯袂断去。乌俄战争开战以来，乌克兰电信业者的基地台是一直受陆军攻击。不过，民众同款会当连去其他有继续在运作的基地台，做下网路的运作，确保通讯袂断去。所以，要注意到这种在战争的时阵需要下网路的重要性。编60亿，明年启动4年的灾难漫游计划。假设激烈的军事冲突下，它的网络是残破的，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有机会，到时候让人民还是尽量能够。只能说尽量哦，因为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像现在这么的顺畅，做一些网络的建制，所以才有一些经费来挹注。所以无讲，若发生战争还是重大天灾、这紧急状况的时阵，灾难漫游的模式，都是伫概念上，国内无共的电信业者拢承认对方的客户。假使讲有2间业者的基地台互破坏，第3间业者的基地台同款会当运作，就会当提供信号，做下网络的漫游。当发生灾难的时候，那我们透过不管是那个热气球或者是其他的移动式基地台，那它从空中飘过来了之后，那我们其实可以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电信业者还是需要去跟它的网络去做整合，那是由电信业者切换，而不是我们的手机直接切换到连接到它的网络上面去。学者强调讲，这种灾难漫游和平常时业者互相之间的商业合作是无同款，是一种特殊状况的应用。所以部是强调讲，若真正发生战争，是以全民防卫动员令做依据，对电信业者这边来做调整。民众的手机也是无需要 update， 即卖已经调集业者来做相关讨论和验证。记者综合报道。去年罗西亚甲乌克兰发生战争了后，瑞典的家具品牌 IKEA 就退出罗西亚市场。即马就有白罗斯的家具业者瑞典家具，就上准商机要进驻罗西亚，因卖商品是甲 IKEA 真相像。有的民众是讲这是仿造版的，有民众是真欢喜。卖场内面放家具、碰椅、搁碗甲鼎，这些灶卡用品，啥物拢有。对北都市来的家具公司瑞典家居，拜六伫个莫斯科开第一间门市。产品的风格是和 IKEA 有够像，基本都是针对 IKEA 来的。Во-первых, мы не IKEA, мы стремимся быть как IKEA. У нас свои бренды, свои товары. Да, есть какие-то товары. 业者是相信讲，因虽然有家己的品牌，但是有1成5到2成的商品是对 IKEA 来的。目前并无人禁止因安尼做。IKEA 原本伫个罗西亚是真受欢迎，不过普京下令拍乌克兰了后无偌久，IKEA 就对其他西方企业退出罗西亚的市场。即马白罗版的瑞典家居拍算要甲代替，开幕第一天就成足侪人起来。Скажем так, IKEA не хватало. Этот новый магазин, скажем так, приятное начало. 不过，真侪消费者嘛发现讲，瑞典家居的店面空间较小，价钱嘛较贵，一个商品的品质甚至是较歹。Ну, у меня есть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дом икеевский, сделан он гораздо лучше. Здесь и пластик не тот ходит, он туго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допустим, то же самое чеснок, когда вилка здесь есть, она тоже сделана гораздо хуже. У меня есть оригинал. 有民众认为讲，瑞典家居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业者是讲，因的目标是今年来伫个莫斯科开5间店，明年开始去罗西亚其他的地区开店。另外，正牌的 IKEA 虽然讲品牌已经退出罗西亚，但是 IKEA 集团营运的大型卖场Mega，目前伫罗西亚共款有14间分店。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即马电子产品台湾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啊！
若阵电器歹去，有真侪人会规气去买新的。后面为着要减少这款浪费的情形，就推动电子产品维修权法案。若荷兰甲北欧国家嘛有维修加比管，职工会到修理歹去的电器，毋但环保，阁省钱。阿姆斯特丹这间维修咖啡厅，那到礼拜三拢是特别无闲，因为职工团队会来为大家修理坏去的电器，无论是咖啡机、灶卡用具，或者是电钻工具，那修好一件，就为地球省一份资源。阿姆斯特丹数十间安尼的巨幅维修网，已经为都市减少7000公斤的电子本数。Kijken of het nog gerepareerd kan worden en dan kan het, als dat niet lukt, kan het altijd nog weer. Dus ik ben er heel blij mee, een mooi initiatief. Goed dat het er is. 科技进步，电子本数已经正造真大的环境问题。去年调查发现，欧洲国家平均每户有74件电器电子产品，其中9个是好的，暗过不利用，也有4个是歹的。这个电器若是平调，都制造电路板、金属外壳、零件面板、螺丝这个本数。将来买新的，搁要用掉新的资源，就算无想要拼，暗过零件歹找，规价无共，真歹修理。Kijk, deze gaten, dit hoeft niet zo, hè? Zo diep, dat hoeft niet. Hè? Dat je een speciale ding nodig hebt. Die gaten zijn, ja, die zitten helemaal hierin, weet je. Dat hoeft helemaal niet. Het had ook net een gat hier kunnen zijn. Het is gewoon为解决这个问题，延长电器甲科技产品的寿命，后平早伫2015年就提出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展开反浪费甲维修革命。去年4月通过制定维修权法案，针对手机、平板这电子产品对价规范。制造商按伫包装注明维修指数，大型电器提供10年以上必要维修零件，电子产品爱确保电池耐用性，采用应技术升级的设计等等。执委会顶个月进一步提出实施规则，爱大型科技公司重视永续出世，研发更加持久耐用的产品，也确保维修成做一种简单的选择。公司新闻是会中变化。天气报你知，明仔载风面接近，台湾西半部甲偏湖、金门、马祖会落底渐雨，或者是雷公雨。山区的雨会落较粗，若其他的所在云较高。过到了后，东半部山区嘛会落雷公雨。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做伙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7度到33度，南部地区28度到34度。东部地区26度到79度，外岛地区21度到30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